其實你唔係我哋理解之中嗰啲有少少學院派嗰啲，唔係學院派。誒，咁你點樣係將呢條路叫行到出嚟嘅咧？我係從來冇諗過自己要做歌手或者做同音樂有關嘅。你反而冇發呢個夢？即我淨係諗，哇，點樣可以有啲咩工可以做到好有錢嘅咧？或者中學會有時候會拍拖啦，偷偷地拍拖，當然咁會失戀唔開心。有一日係自己屋企求其揾張紙喺度寫下嘢，覺得好押韻喎。即係可以變成一個 rap。你係寫詞定係寫曲？寫下啲歌詞咁樣，寫下啲字。寫下啲字啦。係，跟住要 rap 嘅情況 rap 出嚟啦。係啦。咁我就同啲同學喺度唱，咁啲同學又好中意。喺呢個地方嗰度揾到一啲我受人欣賞嘅嘢。係啦。即係可能之前覺得自己有咩特別好長處啦，打波又唔夠人叻。係啦。跟住讀書又未必夠人叻。係啊。你呢樣嘢好似覺得係有一樣嘢係你有人哋冇，而人哋又覺得你叻嘅嘢。但係點樣將呢個好似叫做青少年嘅夢想變成一個你可以延續到依家，其實係超過10幾年。作為學院派出嚟嘅人，堅持做到音樂，可以去到30歲咗緊，可以一路做到音樂嘅人，其實都唔多嘅。嗰段時間就開始玩比賽。比賽係啦。咁玩唔同嘅比賽，亦都真係好幸運，我幾乎每個比賽我都有獎攞。哇！係。但係當年有獎攞嘅意思，其實唔代表你啲音樂係做得好過人哋。我只係將啲音樂做得特別過人哋。特別嘅意思，等於我咁樣理解，可唔可以即係話呢樣嘢係 Delta 做嘅，第二個做唔係咁樣嘅感覺，但係你做咧有一個你做嘅 Delta 你嘅個性。係。OK。咁其實當下就等於學到一少少嘅 marketing 嘅 skills，就大概2020年見到有個 message， 佢話 Hello Delta， 我係張敬軒啊。咁我好中意你嘅歌。哇！係啊。咁不如我哋電話傾下偈。哇！咁我係。咁我開頭咧都以為佢係啲係咪詐騙？係咪先？我冇錢啫。我而家俾人韞住咗喺邊度？你而家會議幾多錢？攞幾百萬嚟贖我。係啊。咁我開頭都係諗住，都唔知係咪假嘅。本身諗住咧打啲字鬧佢啊，喂，唔好扮嘢啦，即係類似咁樣係啊。但係咁我都冷靜一下，睇清楚先係啦。萬一係真嘅咧？係啦。咁啊睇到，喂，藍剔嘅喎，真嘅喎，係真 account 嚟嘅喎，係。咁我就當堂真係緊張啦，咁就即係開始大家去傾，即係去傾偈啊。咁又約到見面。後面見到佢。係。咁佢就好地揾咗我做咗佢其中一隻歌嘅歌詞。頭先我咁聽好重要，第一個係你自己有個目標。係嘛？你自己知道呢樣嘢，再喺嗰個位去 loop， 就去來來去去，其實冇乜進展嘅。係啊。所以你自己好清晰幫自己 set 到目標，我要向前行，我要自己投資自己。我要出 single， 跟住就咁樣下一個新目標。就撞到居然阿張敬軒欣賞到你，睇到你。即係好多時就係要定咗啲目標要做到。啱。因為好老實咁講，其實有好多歌手可能真係佢主要就係唱歌。佢可能簽一間大公司幫佢啊嘛。咁可能嗰個合約完咗之後，佢想自己走出嚟。咁好多嘢就變咗。原來未必係自己想象中咁容易。有首歌或者有個 MV， 哇！佢原來要使好多錢。啱啊！你每一 part 都要揾人。全部都係錢嚟㗎嘛。係啊。咁原來我就發覺咗呢樣嘢，既然我自己做晒咧，我喺呢度個 cost 好低，咁就變咗我可以容易好多延續落去。咁而你喺自己出呢啲歌，亦都咁啱有其他歌手揾咗你做之後，其實好多更加出邊嘅歌手知道你或者唱片公司都係要睇個版嘅啫。係啊。佢又唔會問你讀過咩書咩背景，唔需要。你本身睇你嘅作品。你嘅作品有啲乜嘢俾佢睇到。咁佢覺得啱用嘅，佢就自然會去揾你。明白。其實你點樣睇？你喺呢個我哋如果當係一個香港音樂圈，佢係咪要足夠嘅量？係可以繼續生存或者發展。以我為例，如果我淨係做歌手咧，我未必生存到。但係我做埋其他幕後嘢啊。頭先我哋講你各種嘅本事，就可能加埋又變成生存到喎。呢個教育體系本身其實就冇俾到太多同即係你而家工作上直接嘅幫助，其實就唔多嘅。好多係一個你自己個人由興趣導向，到去到某一個位，自己就我要發奮啦。其實冇人會睇你張相。明白。最尾就係你個作品。最尾就係你做咗啲乜嘢。做啲乜嘢出嚟？你個曲定係你嘅詞？或者有幾多人睇到你做？有幾多人睇到你嘅嘢？有位內地嘅學者咧，其實係好多人關注嘅。
咁佢嘅名叫項標，咁我哋遲啲有機會專門同大家介紹。但係咧，佢裏邊有啲説話咧，同我哋今日個主題其實好相關。因為佢個講法就係話，其實現代我哋成個亞洲式嘅，即係亞洲人式、東方社會式嘅一種教育嘅系統咧。如果當我哋只係繼續去因循以前嘅精英或者讀書就係為咗行大學嗰條路之外咧，其實同時係批量咁樣產生緊炮灰。其實因為現代好多教育令到好多年青人咧，佢對於生命力，即係佢點去發展自己呢樣嘢咧？如果只係跟一個精英教育咧，大量嘅年青人嘅生命力係越嚟越弱嘅。由你10零歲一路喺音樂上面揾到自己條路，其實你嘅生命力係冇弱到嘅，反而係呢個感覺，你嘅生命力係捉下碰下，其實慢慢係強咗，揾到自己嘅方向。其實我認為鼓勵係好緊要嘅，即係會令你去建立一啲自信啦。當時學校嘅環境又未係話嗰個淨係逼你讀書嘅氛圍，即係唔係咁重嘅，或者當時個風氣都幾自由。咁但係我覺得好嘅學校咧，應該係調翻轉，就係可能有10%嘅同學仔係所謂精英學生啊，佢係叻喺學術嗰度，但係其他可能假設80%或者70%嘅同學仔，佢最叻嘅唔係一啲傳統嘅術科，但係可能佢嘅音樂，可能佢嘅畫畫，可能佢嘅體育係好出色嘅話咧，嗰種佢生命力嘅一種嘅成長其實好重要。咁而喺嗰6-7年裏邊，其實一個人慢慢就接近係成人，亦都係培養緊好多自己興趣嘅過程。如果有一啲嘅老師或者學校氛圍係比較自由、比較寬鬆嘅話咧，你發到好多年青人佢出到嚟咧，係無論佢自己或者佢個老師，可能都冇預計得到嘅。我發覺有時咧，有啲係曳嘅學生咧，反而佢係做到一啲更加好嘅事情，即係可能喺佢事業上會更加成功，或者佢更加開心。其實佢係生命力好旺盛，可能係即係會自我啲，佢自我啲，但係佢種自我咧有個好好嘅一面係咩咧？佢係關注到我自己嘅叻同埋唔叻喺邊度，或者自己開唔開心，自己開唔開心，佢好注重自己嘅感受。點解會對一樣嘢有興趣或者冇興趣咧？其實發覺係同一個人佢自己對於佢嘅感受係有幾留意。我發覺我每一次唔聽大人話咧，個結果係好咗，即係呢個好奇怪係結果嚟嘅，但係唔知點解。即係即係你會發覺呢個選擇係啱嘅，或者係開心咗，即係可能明白。我記得屋企叫你揾份穩定嘅工咁啊。係啊。同埋你發覺咧，又比較長期嘅之後睇翻轉頭咧，尊重自己呢種感受咧係正確嘅。得係自己係一個等於基本上係自學成為一個叫做專業嘅音樂人。但係咧，其實點樣將佢識嘅嘢可以教到出嚟，或者令到一班可能比佢再細嗰啲，我哋當10幾20歲嘅年青人，佢又可以學到呢樣嘢，跟住可以喺呢個職場裏邊係可以用得翻出嚟。呢個直情係呢個理工大學做緊嘅嘢嚟㗎。你由自己識去到教學係有一個即係有2個大階段。我諗第一個就係你要點樣變成你自己通透，即係你識。但係你要通透，知道點解。第二你就係要點樣去教到人哋知道點解。學生都唔係傻嘅，即係佢哋其實絕對都知道究竟你教到嘢定教唔到嘢。咁當佢哋發現自己真係有進步嘅時候，你個學生嘅流失率就低。其實你揾到假設揾到一個比喻，或者揾到某一個小方法，原來真係你一用呢個方法咧。可能以前聽唔明嘅人咧，多數開始聽得明啦。去到呢個情況下，反而你自己再更加通透。即係以前有句説話，大家成日都講教學相長，你肯去教，真正可以分享。隨住你個教學嘅深入咧，其實你自己都會識得更加全面。你覺得一路最支撐住你有呢種生命力，或者話同呢個教育體系本身，其實佢好似冇太多嘅正面影響，但係亦都冇太多負面影響之下。其實有啲乜嘢支撐你行到今時今日？首先我諗係強大嘅慾望啦，梗係慾望。當然我頭先都講嘅一個都有個小康之家，呢個少少幫助。近呢1-2年我都不停喺度諗，究竟我諗翻轉頭，我究竟我做呢樣嘢為咗乜嘢？咁其實係當中係有轉變嘅。係因為可能曾經覺得，喂，我寫到一首歌俾個歌手我就好開心啦，或者我能夠即係可能我自己嘅歌好多人聽，我又好開心啦。hit 到一首咁樣。係啦，咁其實當然呢個都開心嘅，都開心。但係到你達到呢一步嘅時候咧，
你唔係好似你當中想像嘅開心得咁緊要。係，因為你達到嘅過程其實係你漸進式咁樣去達到。係啊係啊。所以唔係好似一下中咗頭獎咁開心。一下子好 high 咁樣嗰下。係啊係啊，即係你會開心，但係你只係覺得又就係咁啦，又進步咗。係啊，又完成咗一啲嘢。又完成一啲嘢。係但係你係一世步一世步行出嚟。係啦係啦係，但係去到而家其實我。原來發覺我就係想得到唔同嘅體驗。可能去到樂壇嘅頒獎禮，企上個台係點樣嘅咧？可能係能夠玩到一個大啲嘅演唱會場地又係點樣嘅咧？望落去嗰個視覺係點樣嘅咧？喺今時今日喺香港，好多人都覺得香港其實好似生大嘅環境越嚟越艱難，或者大家都聽負面嘅聽得多嘅。咁但係我哋亦都想講一樣嘢，就係喺今時今日香港，亦都有一啲30零歲嘅年青人繼續做緊自己嘅做緊自己嘅老闆之餘咧，其實亦都揾咗一條自己嘅路。而呢樣嘢咧，其實唔一定係學院學翻嚟嘅。咁我哋想分享多呢一類嘅香港故事啦，或者香港嘅年青人嘅故事咧，俾大家去知道多啲，亦都希望呢樣嘢大家會有少少嘅啟發。